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嚟我哋嘅頻道，我係 Raymond。Hello，我係 Nicole。係，Hello，Nicole 啊，我哋今日出呢條片咧都出得比較急喎，不如你同大家講下點解啊？係啊，因為咧，我哋今日聽咗 IRCC 內部嘅 briefing，有關於2026年 Express Entry 改革嘅最新內容。今次改革堪稱係 EE 系統最大嘅變革。IRCC 咧打算將現有嘅系統啦徹底翻新，目標咧就為咗吸引全球嘅高質素人才啦，為加拿大帶嚟最大嘅經濟效益。咁而家呢份文件呢，主要都係諮詢嘅階段，即係話最終嘅規則咧未完全定案嘅，大家都係要以 IRCC 稍後公佈嘅官方公告為準㗎。而今集咧，我哋會講關於 EE 啦，將會新引入嘅新元素啦，同埋喺片尾啦會講關於有咩啲 factors 我哋係 IRCC 嘅 EE system 裏邊會剔走嘅。嗯，係啊，雖然呢成個改革嗰個細節咧就未公告嘅，咁但係我哋咧都見到今次咧改革咧都唔係一啲小修小補嘅地方嚟嘅，成個改革咧又主要有三方面啦。第一就係佢而家將現時 CEC、FSW 同埋 FST 咧三個 program 咧會合併。第二個改革嘅地方咧，就會成個 CRS 咧嗰個計分個系統咧，都會有一個重大嘅改變嘅。咁而第三咧，佢就係對於呢個將來嘅申請人咧，佢嘅工作對加拿大嗰個經濟貢獻有幾大咧？其實呢個變咗係一個會有一個好大嘅比重擺喺裏邊嘅。裏邊會睇咩？裏邊當然嚟都會睇翻嗰個申請人嘅語言水平啦，佢嘅教育程度啦。佢喺加拿大工作嘅經驗啦，有幾長啦？亦都會好注重咧，佢嗰個職業嘅人工有幾高嘅，呢個都好重要。咁同時間亦都會有啲職業，佢會睇埋你份工，需唔需要喺加拿大本身係要攞 license 啊？會唔會係一啲要專業資格先可以做嘅工作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新擺落去嘅新擺落去嘅 factors 嚟㗎，咁都好重要。咁未講當中嗰個實際嗰個改革之前啦，都同大家重溫一下咧，而家成個 EE 係點運作嘅。咁而家其實成個 EE program 咧本身就分咗咧三個經濟類別嘅移民類別。咁一個就係 FSW 啦，頭先所講過噶啦，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 啦。一個大家好接觸得最多嘅就 CEC 啦，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啦。第三個就係個 FST 啦，Federal Skilled Trades Program 啦。除此之外，而家嘅 EE 裏邊咧，亦都會有省提名一啲嘅 EE program 啦。同時間亦都有一個叫 Category Based Selection 啦，CBS 啦。按照一啲特定需要嘅行業，佢亦都會喺個 EE 裏邊個 pool 抽一啲 candidate 出嚟去邀請佢申請 PR 啦。OK，咁過往就係根據呢幾個唔同嘅 program 啦，大家喺個 pool 裏邊個分數高低咁樣去俾個 ITA 俾你嘅。咁嚟緊嗰個改革咧，成個核心方向會其實係點樣咧？就頭先提到啦，有三個主要 program 啦。咁其實嗰三個主要 program 咧，係過往咧係唔同歷史、唔同年代咧設計出嚟嘅一啲計分嘅 program 嚟嘅。咁原本佢哋三個 program 咧都唔係 for EE 而設計嘅。咁所以當喺 EE 裏邊又計呢三個 program 咧，就搞到好混亂啦。因為各自 program 咧有唔同嘅要求，有啲亦都有唔同嘅計分。咁所以而家申請人就算入咗個 pool 裏邊，你有時咧都會覺得自己好混淆，究竟係 CEC 啊、FSW 定 FSC。咁所以將來就會將呢樣嘢簡化啦。咁成個系統佢改革咗之後，其實佢 IRCC 想達到一個咩目的咧？佢就係想喺將來新嘅EE 嗰個系統裏邊咧，可以真係去揾到一啲人，佢嘅工作對加拿大咧嘅經濟咧係有一啲大嘅貢獻，咁佢先至會出個 ITA 俾佢哋嚇，咁所以會成個框架或者分數咧都會有一個好重大嘅改變嘅，咁特別係喺加拿大嗰個工作。喺 CRS 嘅計分制度裏邊啦，其實好依賴睇申請人嘅一啲資料去決定佢分數高低。
而呢個資料咧係歸納為叫做乜嘢咧？係叫做 human capital。喺 CRS 裏邊咧有一個範疇叫 human capital 去計分嘅。咁裏邊當中包括睇個申請人啲咩嘢咧？佢會睇你嘅年紀啦，睇你嘅 education 啦，你嘅學歷去到幾高啦，睇下你嘅 language 嘅 proficiency 啦，包括你英文考試嘅分數去到幾高啊，甚至乎如果你都識法文嘅，咁你考法文嘅考試又去到幾高分啊？咁亦都係好着重就係睇翻你嘅 work experience 啦。當然，咁呢個講緊係會睇你加拿大本土嘅工作經驗，亦都會睇埋咧你海外嘅工作經驗嘅。咁個 CLS 裏邊除咗話呢啲嘅叫 human capital 嘅 factors 係好 determine 你個分數高低之外咧，咁當然啦，佢其他亦都有一啲 sub factors 嘅。喺舊有咧，即係我叫而家嗰個 CLS 嘅制度裏邊啦。咁大家亦都好多時聽見嘅有其他咩分數可以加上去啦。咁如果你有省提名，咁就會加600分啦。咁又或者你有兄弟姊妹已經喺加拿大係 PR，甚至乎已經係公民嘅話咧，咁亦都會有一啲分數加上去啦，喺個 CLS 嗰度。咁除此之外，如果你本身喺法文亦都係特別考得好嘅，考得高分嘅，咁喺法文嗰度咧係會有機會係額外加分嘅，喺而家個制度上面。咁其次嘅就係你喺加拿大本身有冇一啲讀過唔同嘅課程啦，亦都有機會額外加分啦。咁呢個講緊就係而家現有嗰個 CRS 嗰個計分個制度。咁喺嚟緊新嗰個大改革之下咧，咁有啲乜嘢特別係會有分別咧？嗱，我哋首先睇一睇就係話喺個學歷上面咧，應該就冇乜特別改動嘅個要求。最主要都係仍然要求咧係有加拿大高中或以上嘅學歷啦，呢個係最基本嘅要求啦。咁而喺呢個語言方面啦，語言方面咁就會將來啦，會有機會係統一嗰個要求。你個語言要達到 CLB6嗰個 level，咁就應該可以達到叫最低要求，去入到嗰個 CRS 嗰個分數個 EE pool 裏邊嘅啦。咁呢個同以前有咩最大分別咧？同而家嗰個分別就係話，而家佢本身都分咗3個 program 噶嘛，個 EE 裏邊。其實3個 program 對於個語言要求咧都唔同嘅。有啲 program 個 pathway 咧，其實佢要求你個 CLB 去到7，有啲其實個 CLB 去到5都可以入門檻都已經達到噶啦。咁將來就唔係啦，將來就簡單啲，佢就話統一，你入個 EE pool，你個 CLB 起碼都要6或以上先至得㗎啦。咁除此之外就亦都係另一個今次嚟緊個改革啦，好大嘅改動咧就係睇你嘅工作經驗。工作經驗有咩大改動咧？而家佢 propose 應該係仍然你起碼要有1年嘅加拿大工作經驗。咁但係有咩其他嘢加上去咧？就除咗你起碼1年經驗之後咧，你嗰份工個人工都要高嚇，人工高係好着重呢樣嘢嘅。點解咧？因為佢 IRCC 睇翻過往呢幾年啦，佢真係吸納咗啲 PR 同喺 EE 上面嗰啲PR 攞到嘅分數去比較，佢見到咧其實真係最後攞到經 EE 而攞到 PR 入嚟加拿大，真係有繼續可以自己工作甚至乎係真係叫貢獻到加拿大嗰個經濟嘅話咧，通常咧都係一啲本身已經係人工高嗰啲嘅申請人佢以前份工本身都高噶啦，嚟到加拿大亦都揾到啲人工高嘅工，咁佢哋就更加容易咧係融入到加拿大，同埋對個經濟叫作出貢獻。咁所以而家嚟緊新嗰個改動咧，好睇你嘅人工係咪高你嘅職業係要人工高再講一次係。咁除此之外，亦都會睇埋你喺加拿大嗰份工會唔會有一啲叫你個工作係有啲執業資格嘅要求啦。例如你份工一定係要攞 license 嘅，你先可以做嘅嗰份工。OK， 或者一啲叫接近 ready to practice 嘅人，即係可能我已經喺海外亦都有一啲執業資格啦。嚟到加拿大，我可能考翻一啲考試咁亦都可以攞埋加拿大嘅 license， 就變咗喺度本土可以已經喺度執業啦。咁所以就見到個工作嗰個要求咧，
就應該係比較大啲嘅轉變，同埋個要求咧應該係比而家更加高好多嘅。啱啱就講咗 CRS 計分個大方向嗰個改動啦。咁至於實際去到成個計分嗰個 table 有啲乜嘢改動嘅呢？咁啊，我哋可以望一望啊。嗱，頭先講嘅 core human capital 嗰啲分數咧，講緊就係年紀啊、教育啊、language 啊、加拿大工作經驗啊、job offer 啊呢啲嘅 factors 啊。咁另外仲有一啲咧額外加分嘅，喺舊有制度額外加分嘅嘢有啲咩咧？頭先亦都提到啦，係有嗰啲省提名啦。嗱，省提名咧加600分呢樣嘢咧，有機會喺新嗰個嘅CRS 新嘅 EE 嘅改革裏邊咧，可能會掹走呢樣嘢，亦都有機會就算唔掹走咧，可能都係會個比重咧放得冇咁高喺個分數嗰度。咁其次啦，就係頭先亦都提到啦，有冇兄弟姊妹係加拿大嘅 PR citizen 呢啲，亦都會有機會掹走或者減低比重啦。你法文嗰個額外嘅分數啦，以前法文如果你係考得叻嘅，有機會係額外喺你個 CRS 裏邊加50分，咁呢樣嘢就可能會抹走或者減低嗰個分數㗎啦。咁啊，加拿大嗰個study 啦，即係加拿大有冇讀過唔同課程啊，嗰個分數啦，亦都會有機會抹走或者減低啦。咁另外一個都好多時有唔同客人會問到嗰樣咧，就話我用 EE 申請，究竟我單人申請啦，定係加埋我嘅另一半啊嘅配偶或者我 common law 入去咧？嗱，以前都好懊惱嘅，大家好多時去到呢個位。因為喺而家現有嗰個 CRS 嘅計分制度裏邊咧，如果你除咗自己之外，再加埋你嘅另一半入去嗰個 CRS 計分嘅話咧，咁嗰個計分制度好得意嘅，佢就先減咗你原本個人最高得分嗰個 ceiling，係啦。咁佢預翻一個咩？佢預翻一個 room 出嚟咧，就係俾你嘅另一半。亦都計一計你另一半呢啲 education 啊、age 啊各樣嘢咧，會唔會有機會又加翻分數上去你自己嗰個 CRS 總分？嗱，呢個係現有嗰個做法。咁喺嚟緊嗰個改革裏邊咧，有機會咧呢樣嘢配偶另外計分呢樣嘢加與減會掹走嘅。係點解咧？其實背後個理念咧其實都係幾rational 嘅。因為過往如果你話我原本我個申請人計晒分數，咁其實佢已經係對加拿大個經濟可能有好大貢獻嘅，所以有機會收到 IT 嘅。咁由於可能我又加埋個配偶，我配偶可能會有機會就係可能佢嘅 education 啊或者其他 language 各樣嘢可能拉低咗個分數，咁變相原本一個人好高分，而俾配偶去拉低佢總體嘅 CRS 咧。而加拿大失去咗一個咁嘅人才咧，咁佢又覺得喺舊有即係而家個制度咧就未必咁公平，所以簡單啲啦，將來咧就話我純粹就係計你 principal applicant，OK，我唔計你配偶嘅資料啦，嘅 education 啊、language 啊嗰樣嘢嗰啲，咁啊變咗係更加公平，同埋佢會覺得咧係基於咁樣咧，將來咧佢哋批出去俾 ITA 而攞到 PR 嘅人咧。係更加接近咧，佢哋原本加拿大需要嘅一啲叫可以對經濟可以貢獻到嘅人才咁，所以呢個咧都幾大嘅變動嚟嘅，都係另一個。咁喺呢個改革之下咧，大家會見到咧喺對你嘅工作經驗方面個要求咧，就已經唔再單止睇你係咪加拿大就咁有一份工，係咪 Tier 0至3。咁佢仲要將來咧就係睇埋你份工究竟係做啲咩嘢啦。喺咁嘅改動之下啦，咁我哋預計可能邊啲工種會比較叫有利啲咧？可能係做醫生啊，或者大學教書啊，做 engineer 啊，financial analyst 啊，即係可能做 finance 有關嘅工作啊。亦都或者係包括埋一啲叫高技術嘅 trades 嘅工作啦。例如係 bricklayer 一啲可能或者係一啲工業上邊可能操作重型機器啊，即係一啲比較專業啲嘅工種係啦。咁嗰啲就有機會人工亦都高啲啦。
咁啊，其次其實喺加拿大，大家亦都唔知有冇留意到啦，有好多時咧一啲叫比較手作啲嘅工作嚇，嗰啲咧好多時都有一啲專業資格，就係要有個 Red Seal 嘅，即係你去讀完一個課程之後，再可能要學師幾年，最後咧就係可能係個省嚇，甚至乎係 Federal Government 咧，佢有啲證書係有個 Red Seal 嘅，咁嗰啲係一啲真係好專業嘅資格。嗰啲就通常都係比較叫我哋叫可能勞動成分高啲，比較手作仔多啲嘅工作，例如可能係一啲水喉匠啊，或者電器技工啊各樣嗰啲。反而呢啲呢，因為佢有個專業資格喺度，喺將來呢醫裏邊呢，就甚至乎有機會咧呢啲就工種呢個分數係會提高。咁所以大家喺嚟緊揀工作嗰方面咧，就希望俾到大家一啲啟示啦，喺呢個新嘅改革之下。總括嚟講，2026年 EE 嘅改革核心邏輯已經非常之明確。加拿大需要一啲能夠賺取高人工同埋可以快速融入勞動市場嘅高質素人才。根據 IRCC 嘅預測，未來嘅邀請者一般會具備3個特質：更加好嘅語言能力、更加高嘅學歷，同埋至少有1年以上嘅高薪職業嘅經驗。另外，好多人都會關心現有嘅 category-based selection 有冇影響。咁 IRCC 表示啦，而家同將來嘅 category-based selection 咧，仍然會保留嘅。咁用嚟彈性咁樣去填補特定職業嘅勞動短缺。咁如果你而家啦正處於規劃緊加拿大移民呢個階段啦，希望呢份 briefing 俾到你一個明確嘅努力方向，努力提升自己嘅語言成績，爭取更加高人工嘅職位，同埋確保你嘅專業技能喺加拿大係可以被認可嘅。咁今日我哋嘅分享係就到呢度啦。暫時啦，而家呢一份都係處於一個改革諮詢嘅階段。咁未來有機會咧都會有少少微調嘅。咁大方向咧其實都已經非常清晰㗎啦。嗯，冇錯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去幫助到你嘅話，又或者大家你依上面有其他嘅問題準備入 pool 啊，或者入咗 pool 之後已經收到 ITA 亦都唔知點樣點樣去做嘅話咧，咁啊歡迎大家係將我哋呢條片咧係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係啦。咁啊下次我哋再見啦，拜拜。拜拜。